政府捉字蝨，出年增加假期唔使諗嘞。特首年初行年宵嗰陣，話初一搭正星期日，但補假係星期六，令大家少一日假期，口口聲聲話要修改法例啊！而家因為我哋跟住時代嘅進步、市場嘅需要，同埋每一個人都，我好相信咧，好多好想趁住有啲長啲假期，多啲時間同屋企一齊嘅。咁我哋同張局長諗研究下，我哋可唔可以用彈性啲處理呢樣嘢？我哋好似來年我哋話今年之內或者我哋改修改法例啦。原來得個講字㗎咋？出年元旦日、農曆年初三、耶穌受難節翌日同國慶日都同星期六重疊，但大家就會繼續蝕假。政府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嗰陣，竟然捉字蝨，話特首只係承諾檢討年初一撞正星期日嘅問題，話咁嘅情況到2013年先再出現咋，仲有大把時間檢討。又講明星期六唔係法定公眾假期，所以假期同星期六重疊就冇補假。咁都未止啊，政府仲話無意將勞工假同銀行假睇齊。勞苦大眾想唞多幾日啫，冇人工咪得咯。